喂，安尼有声袂？应该是有吼。我要来食牛排，有看到无？我的牛排，牛排伫遮。牛排。盐无摕过来摕盐。哦，好。干嘛摕一个细盘？OK。好，感谢你。即摆敢有声？Watch with community。你看你这边敢有？嗯哼。有305人咧看，是有影无影？有吼，有啊，有声吼。好。但是阮这边拢看无迄个 comments 啊。无，因为迄毋对啊。若无安那用迄个手机啊看。迄个无啊，迄个 keyboard 伫倒位啊？你？无要紧啊，其实自安尼就好啊。好，嘛是会使。就是可能迄个comment看起来较无遐大条啊，嘛有哪看会着啦。伫咧遐久哦，你即摆才听到即句？差不多十几秒啊。安尼袂使啦，因为我先安尼看卖敢有迄个。好啦，安尼我手机嘛看会着，你若要看着 comments 安尼，就是安尼看尔。那就先安尼。好，安尼我要先来食牛排啊，还用真呢。哦，知，好，就先安尼。那这是，我甲一点仔盐放伫即个猪仔先。嘿，对。你敢知影这做猪仔？猪仔。豆油猪仔。有一句俗语讲，只要你温豆油，所连豆油猪仔都芳去。哦。我拢食牛排的时阵，拢是配迄个八达加盐嘛。嘿，八达，好，然后搁互大家看者，然后牛排顶悬有一块八达，边仔这是盐，安尼。听讲上高级的牛排餐厅拢是安尼食。对。咱哪食啊？倒一题要开始讲，安尼。你是毋是应该甲你传的迄个问题甲秀出来？哪食牛排哪开讲？袂歹哦，我感觉这足标准，来，我大家看者。伊袂甲你 focus 对无？甲你 focus 嘿。伊袂甲你 focus。可能是。无要紧啊，对安尼。找你的面啊。哦。这毋是面。这毋是面。安尼，我的面伫遮。有啊，安尼就看有啊。无就是咱两个拢爱面安尼，互伊看吧。哦，好啦，安尼就会做哩，就是我。就是安尼，就是完美了，就放头前。哦，嘿。无要紧啦，那这用阿用啊真的牛排，我甲伊讲我要食 medium rare。毋过这是我看是可能有超过了。可能有超过。好，头一题有人希望阿勇来解说一下美国的政治 （American politics）。就讲，因为即马美国人因家己今年要选总统，因当咧做总统的迄个民主党对无？民主党的候选人的初选。有人就想要请阿勇了讲者，就是讲即马。美国的政治，譬如讲，若倒一个人代表民主党出来，安尼对台湾可能有啥物款的影响？安尼。我想讲，毋管迄个民主党，选啥物人出来啊？因为其实讲实在，美国人足侪，你可能有看到
伫国际媒体内底，也是伫台湾媒体内底，嘿，有遮侪人反对 Trump，、但是尤其是美国人有遮侪上算是介意伊啊，美国人较侪也是介意 Trump。应该是安尼算。就是无介意 Trump 的人，其实有一寡所在，比如讲 California 还是 New York， California 跟 New York，哎，其实就是迄个 middle class 较侪的所在，是敢是安尼讲？无啦，应该是照地方，地方地方，地方的特色，地方的特色啊，所以伫两边东部甲西部，拢较算是迄个民主党的就是较挖海岸的所在嘿，拢是较挖民主党迄边的。嘿，较大的城市，大城市嘛是较无介意 Trump。嘛是较算民主党的。啊，毋过美国足大的，美国足侪迄个算是countryside 的所在，较庄卡的较庄所在。开的所在。啊，迄种庄开的所在一定是投互川。我会记得，顶回嘛有甲人教一句，讲你要讲 countryside，台语有一个讲法，即马少年人较袂晓讲草地。草地，对，有人讲庄卡所在，啊嘛讲草地所在。草地所在。好，所以我想讲，毋管民主党看起来即摆看起来是迄个拜登应该是会赢。拜登我毋知大概有看到迄个。拜登，因为你感觉 Sanders 袂赢？袂啦，进前较无确定，毋过昨有即个叫做 Super Tuesday 迄个初选的二十几个州，刚拢有咧选，对，啊，所以拜登赢足济啊，Sanders 敢若4、5州尔，是哦，Sanders 输遐大，我进前看，我叫是 Sanders 较有赢面讲。无 Sanders 是甲迄个民主党要安怎讲，就是带因往倒边啊。较挖倒边。较往倒边。你安尼讲，就是 left wing 即个物件，台语内底，你若华语你就讲左甲右，你台语就是正手边甲倒手边。毋过你真是安尼甲老大人去讨论政治，因可能嘛是听无哈？啥物好做行较倒手边？就是较 left wing， 无咱就先共款讲英语 left wing 安尼。Sanders 就是甲民主党即摆的路线带对较 left wing 迄边，毋过你即摆感觉初选真有可能 Sanders 伊是袂调啊，对无 ？Sanders 应该是袂调啊！你看迄个头一届是 Sanders 甲 Clinton 敢有？Sanders 甲 Clinton 迄届大概足侪人嘛有想到 Sanders 可能会赢。到最后，因为其实 Sanders 会使讲是社会主义者，socialist 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伊是社会主义者，所以迄个美国人其实是无接受的代志，美国人袂晓接受社会主义。你认为即马大部分的美国人也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定是啊。美国就是深的 capitalist 资本主义，对毋对？所以 Sanders 的迄个地盘大概有一两成尔，一两成尔哦，遮少。那若是讲来看迄个民主党内底，可能有接近5成。民主党来支持社会主义的人可能还佫有5成，毋过规个美国来看，可能袂使讲是支持，袂使讲是支持社会主义，就是支持 Sanders 这个人，就是会到最后会接受迄个社会主义即个代志。但是毋是真正会支持者。上起码讲袂讨厌啦，安尼吼。袂讨厌，会安尼讲。好，安尼即摆若是拜登甲 Trump 即两个人，比如讲，若拜登即个人。若是讲，可能你认为伊袂赢啦，若准讲万不一拜登有选着，伊较赢 Trump， 安尼对台湾的影响可能是啥物？那爱看一寡历史啊，因为迄个一般来讲，
是共和党较支持台湾，较反对中国。共和党较反对中国，嘿，对，民就是主党 Trump 即摆迄党嘛，对，就是 Trump 是共和党的较新的党较新的什么党员党员东丸哦，东丸，党员，迄个为历史来看，就是通常是共和党较，因为迄个中国是共产主义吼，对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搁较搁较极端，搁较搁较极端，嘿还是讲搁较搁较极端紧绷安尼，紧绷搁较极端。所以美国人若是无介意迄个社会主义，更无介意迄个好。共产主义啊。好，甲新一排的朋友解说一下，咱拄则是咧讨论即马美国大选的政治对台湾可能有啥物影响。我感觉咱即题到这差不多，你敢有啥物要补充？因为咱其实有4、5题，咱今仔日也无按什么讲久啊。哦，无啊，先安尼啊。那我问一下，进前咱总统还未选的时阵，有人讲韩国瑜哪像是台湾的 Trump， 你感觉即个比喻敢有适当？无适当是安那？无韩国瑜甲 Trump 倒位像，倒位无像？ Trump 其实伊伫媒体内底，可能是看起来是一个足戆的人，但是伊其实有巧，伊有伊的巧。 Trump 其实足巧的。嘿，伊伫媒体内底，伊其实是咧佚佗啊。伊咧佚佗，所以你认为伊表现出来遐个形象，其实伊家己嘛是有计划要互伊家己看起来较戆安尼。毋是看起来较戆，就是看起来较有迄个，变来讲，closer， 哦，较亲民啦。嘿，较亲民的话，伊袂晓讲迄种较学术的话。哦，所以确实嘛应该会使讲，Trump 无想要互伊家己伫伊的选民的面头前看起来伤过巧，伤过 intellectual。嘿，对，对，因为美国有一个讲法，就是讲你爱投票投互啥人，啊，你爱想你倒一个人会是毋是有代表力的？你倒一个人较介意去甲伊啉酒啊？哦，你讲美国人会认为讲你即马转票爱转互你较想要甲伊同齐啉烧酒的迄个人。嘿，对。哦。所以毋过，若照你即个规矩，台湾人应该转互韩国瑜才对呢。可能是安尼，伫台湾可能是安尼讲，毋过美国就是有即个讲法，即个想法。对。好，安尼美国政治咱就先讲到遮。你认为讲 Trump 甲韩国瑜其实一点仔都无像，因为 Trump 其实是一个足巧的人，毋过韩国瑜你认为是？免讲啦。好，这毋免讲。好，后一题就是要讲台语，即马摕来写台语的系统哦。来，我三九起来，大家看，这就是阿勇做甲人定做送共款嘛，送我一领的衫。这顶悬写的字是请，这字是请，甲，这字是甲，我讲台语，斗起来就是请甲我讲台语，这是阿勇家己做的，嘛送我一领的衫啊。大家若是留仔有学过，但若有留仔有学过台语的罗马字，你就发觉讲这是用白话字的系统去写的。比如你讲你看到即个铺伫顶悬细细只的即个 n， 这是白话字系统才有安尼写的。那台罗系统会甲伊写做2个 n 哦。安尼阿勇啊，你做一个，其实我嘛是拄则开始学台语安怎写的。即我学台语安怎写的历史无定比你搁较短，所以安尼若以你的角度来看。你认为白话字、台罗搁有汉字，这3种摕来写台文的系统有啥物无共？先讲有啥物无共，你等下来解说讲你感觉倒位好啊毋好安尼？好，倒位无共其实我就是一个语言，毋是一个写法。你刚才有意思，就是讲语言是讲话迄个代志，毋是写落来迄个代志。哦，迄是两个无。
无共诶代志。是，所以其实你写啥物迄个字文，拢共款啦。写啥物文字，你感觉写啥物文字其实无遐尔重要，重点是你讲诶部分较重要。对，吼，写字诶，迄个部分应该是爱有共识就好啦。共识就是大家拢决定要安尼写就对。我来甲大家补充一下，其实亲像咱伫亚洲、日本、韩国，搁有越南遮个所在，200当前因完全拢是用汉字咧写因家己诶语言。200当前诶日本，200当前诶韩国，200当前越南，完全拢是用个汉字来写。毋过今仔日你去看，越南人已经改做罗马字啊，韩国人嘛已经甲汉字放杀掉，伊即马改用因家己发明诶，其实迄嘛是拼音诶文字，对，迄嘛是拼音诶文字。足侪人可能毋知，韩国话因咧写韩国字其实是完全拼音诶文字，伊诶本质上讲起来，甲罗马字是共款诶物件啊。日本话大家拢知影嘛，日本话用诶看啊，即马90%拢是看啊，拢无咧用汉字咧写，迄其实嘛是拼音。嘿，所以伫亚洲即寡200当前，大家拢用汉字咧写字诶，即个库仔内底，其实即马足侪国家拢开始不爱用汉字啊。所以因拢改用一寡拼音诶系统，其实甲咱即马用诶罗马字是较相像诶。迄个汉字是一个真趣味诶物件，就是讲汉字其实大家拢会就是汉字内底有一个意思，有啥物意思啊？即个字有啥物意思？其实这是假的啊。吼，安怎讲？就是讲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啊，就是一个写法。有足侪字可能是照音，还是照迄个like what it looks like，还是照来用诶，抓甲笔，照来用诶。但是到最后，你写啥物字啊？其实毋管你写啥物字，都是爱讲出来才有即个语言啦。对，汉字会造成一寡误会，我来举一个咧。譬如讲，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行某大丈夫，拍某猪狗牛。我毋是要讲即句俗谚语，大丈夫这3字哪个写出来？大丈夫这3字哪个写出来？来，我拄好才摕着笔。Can you grab the Sharpie from there？你不用这写？你不用这写？好，那 OK，安尼看有吼。比如讲大丈夫这3字哪个写出来？共款是大丈夫这3字的汉字，伫台湾话内底，好啊，大家拢知影大丈夫是啥物意思。毋过，若日本人看到这3字，伊念出来是大丈夫，伊的意思是 all right、OK 的意思。所以汉字就有伫一寡情形造成即种误会。你讲的你拄则讲的意思，敢是参像即款？是，即个大丈夫。好。但是汉字嘛会特别讲一个所在，就是讲迄个。伫华语内底无共，华语内底有个无共，安怎讲无共？华语内底汉字无共，是因为华语的迄个音节，较少，华语的音节较少，因为华语是较弯，较弯，才互人发明，互人有开始讲。无你就讲一个较晏才出世的语言。对。所以较晚出世的迄个音就较少，因为伊一开始就是咧用迄个汉字。所以你若是看，比如讲看一个文言文，华语的文言文，还是较伫华语内底写法甲讲法无共嘛？对。就是伫中国的古册内底文言文的写法讲法，其实甲华语嘛无啥相像，对吧？华语若是直接写起一个较迄个 literary 的代志，毋是文言文，嘛是讲华语的写法，写华语的爱看是才知影意思。你有时阵若
讲出来一句华语，可能是毋知意思，爱看字，还是爱甲人讲，你是讲啥物字，就是爱甲伊写落来。拄则有观众朋友留话甲阮讲，我拄则台少语念着，我甲伊念做台少语，伊讲爱念做台少母，好，我念着，歹势。台少母。我搁挺好甲大家记一个咧，就是自即几年，台湾学校内底开始教大家写台语字，我是讲汉字的部分。有足侪家长讲咧，这字敢有影是安尼写？恁拢莫家己发明一寡有诶无诶字呢？较早诶人无咧写吼。甲大家报告一件代志，恁即马惯势讲诶华语内底，其实有足侪用法，拢是近代乌白斗起嚟诶。譬如咱来讲，上届接听到诶即个字，华语内底讲你的、我的即个的。即字原在伊其实袂使念作的，伫可能比如讲200-300年前，即字敢若会使念作的，就是目的的的。伫华语内底，即字原在敢若有 target 的意思。所以咱家写做两个 target。其实上古早即个字敢若有 target 的意思，就是目的的的。毋过尾是。伫北京迄搭位的人，因为着想要甲因讲的语言写落来，因煞照即个字来表达因的语言内底，其实原在并无字的一个音，迄个音就是的，所以即马咱才甲伊当做即个所有格来使用，就是你的、我的，即个的，我拢看袂着我的手笔伫倒位，就是 apostrophe s。对，所以其实。甲即个地念做的，而且甲伊意思当做所有格来使用，这是近代的北京话家己发明的，这嘛毋是中国古册内底就有的，这嘛是北京话家己乌白乱斗的，所以我有即个讲法，就是讲汉字其实嘛是一个拼音。对，但是是一个复杂的拼音。对，汉字其实嘛，古早汉字嘛是一个拼音系统吼。观众朋友若对即个话题有兴趣，你去敲找下骹我讲的这3字，就是形声字，华语讲形声字，形声字。你若是对即个话题有兴趣，你去找形声字这3字，你家己摕去 Google， 你就自遐说明，譬如讲 Wikipedia 内底，你就会当看到，其实汉字其实是一个拼音的系统，毋过是一个足复杂、足歹用的拼音的系统。好，咱搁讲后一个拄则拢咧讲汉字嘛，即摆来讲罗马字。罗马字，罗马字。罗马字，所以罗马字嘛有足侪版本啊。罗马字你若去看迄个台语，还是毋那是台语尔，佮有所有的迄个。经过用汉字的语言，有足侪拼音罗马字的拼音办法版本。毋过咱是咧讲台语嘛，所以台语有较流行的有迄个白话字，就是咱即马写的这是白话字。这边过来有迄个台语，台语嘛是较晚出来的代志，较晚发明的，迄是。教育部的对，2008年的时阵，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做出来的台语。对，其实我嘛是先学台语啦。我嘛是先学台语。你嘛是先学台语，其实我嘛是。你感觉台语甲白话字倒位无共？台语甲白话字其实真简单，因的差不多有，我袂记得可能有6个啊8写法无共啊。6个啊8个写法无共，我知影就是即个 CH。即个 CH 伫迄个台语内底变做 TS， 原则上是 CH 变 TS，细个即个细个 N 变做2个 N 嘛，铺伫顶悬的细只的 N 会变做2个 N，一个白话字有一个 O 甲一个点，一个 O 甲一个点，伫台语内底变做2个 O，迄个其他的拢是迄个 UA 变做 OA，UA 变做 OE 安尼。其实你看有白话字，就是应该是看有迄个台语共款。台语因为虾米是要安那改做？就是迄个 CH 迄个音伫国际音标，像来讲国际音标。可能国际音标，可能差不多意思吧。国际音标内底有即个 TS 甲 TSH 这2个音，这2个音较接近。台语即个 CH 即个音，所以因想讲迄个国际音标，拢是安尼写，咱就安尼写就好。另外一个是即个细 N 这边，甲即个 O 加一个点，迄较歹输入。
哦对，迄个书籍法要安怎拍出来，我了毋知，用专业的书籍拍先。有台语其实有足侪思路法啦。嗯，毋过所以教育部就是讲拍2个 N 2个 O 就好，迄个 CH 改做 TS 较接近迄个国际音标就好。哦，应该是安尼原则。但是我会讲迄个 TS 甲 T， 你若甲 TS 甲 TSH， CH 甲 CHH 拢甲 TS， 嗨，然后迄个原来已经有 T 甲 TH， 就免做你的词典内底拢是 T， 拢是 T 开头的。咱像嘛是有即个伊困扰伫内底，因为我家己即摆咧用我的电脑咧拍字的时阵，我就发觉着讲，咱一直试着 T， 我咧拍字的时阵一直试着 T。你真正是安尼啊？有影，你若用迄个台落，差不多可能有2声拢是 T 开头的字。有人讲你的麦克伤赖啊，连我咧哺乳白的声音嘛收入去。嘿，我有甲你讲啊，阮阿伯开始的时阵，我就甲伊讲，咱若要食牛排啊，都一定会听到。叫因听。好，所以你讲，好，拄则拢是讲，因为台路即边伊甲国际音标较有符合吼啊。毋过你感觉，但是我必要讲迄个甲国际音标较有符合，我嘛看无为虾米安尼啊？哦，你认为甲国际音标爱符合，毋是一个最重要？国际音标是一个迄个专家。迄个专家学者去研究出来，专家学者咧用的代志啊，是，毋是一般的爱写啥物语言咧用的。好，所以你尾仔嘛，你头案嘛是先学台语，毋过你即摆拢用白话字较济。感觉因为为什么？因为台语，你若要写即个一张台文，对，你有足侪选择，对，有白话字。全白话字，有全台语，有汉语，汉语嘛会分汉语白话字、汉语台语，嘛有全汉字，汉字内底有足侪选择，所以台文爱写台文的时阵，你爱做一个选择。系啊。我想写即个白话字，我感觉较好看。你感觉白话字较好看？较好看，白话字较有，因为白话字是。正白话字是用来写迄个一开始就是写迄个圣经嘛吼。对。写了圣经即个字体，应该是互人看即个白话字就好。你看白话字感觉爽快啊，感觉舒适啊。就是无需要汉字，T 嘛无伤济啊，迄个 double N、double O 嘛无伤济啊。吼。就是较有自然语言的感觉。哦，对，你讲安尼嘛有理啦，因为白话字头起先发明的时阵，伊是发明的人是想要甲伊当做一种文字，就是干那用白话字写出来，大家都挺好读。毋过教育部咧创台语的时阵，因无按算甲台语当做拼音嘛，迄是汉字的拼音。对，就参像华语的注音符号尔，教育部咧创台语的时阵，伊无按算要甲台语当做一种挺好家己顾一个着私用的文字独立的书写系统。对，所以我有一个较特别的代志，互大家看，都是即边即个白话字台语原则上，即边台甲语之间应该爱有即个hyphen，敢有？但是我无，因为我感觉这是即个语言啦，这是即个文字，就无需要遐个hyphen 迄种代志，看起来无好看，看起来无好看，无好看。好，拄则讲诶，新一排观众朋友，阮拄则咧讨论诶是台文诶书写系统，汉字甲白话字甲台语倒位有差别用伊家己本人选择使用白话字是啥物缘故安尼？好后一题，后一题莫阁笑人台语讲袂好。对啦，其实咱两个拢有看到，你迄个 post 内底有足侪人讲，我会台语影像还是像书我，但是其实我感觉安尼嘛无好啊，因为我嘛熟悉足侪台湾人，尤其是少年家因台语可能无遐好。对。
但是因有即个感觉，就是讲甲台语较好、较恁当的人讲话的时阵，因拢互人笑。就有压力的。所以因就惊讲啊。你惊讲，你袂安那练习啊？我有足侪朋友嘛安尼呢，就是自我去年可能9月开始做一寡较有咧讲台语的影片了后，大家拢感觉伊要甲我讲话的时阵，伊会足紧张的。伊甚至会讲认为讲伊虽然讲伊家己了会晓讲台语，毋过伊认为讲伊的台语实在是伤老，所以等到伊要来甲我讲话的时阵，伊甘愿莫讲台语，讲伊较会晓的华语，我就感觉安尼就足可笑的，就是。其实你心肝咧，毋免有遐尼侪压力。我感觉，尤其是介意台语的人，也是甚至爱台语的人，应该爱有即个较爱甲包含即个代志啊。你讲台语的时阵，敢捌互人笑过？我毋知，因为其实讲实在，台湾人种迄个礼貌啊，对外国人足礼貌。对，台湾人对被批评的人足有礼貌的。所以因可能底下有笑啊，但是袂晓甲对我面前笑安尼。嘛袂当你的面甲你笑就对啊啦。安尼讲是有影，所以可能因有笑，毋过你无听到。所以即个就是要甲大家讲，其实因为即马台语已经来到一个坎站是，我安尼讲好啊，20年后全台湾第2大的语言，全台湾第二大第2济人讲的语言，会变做是无练转的台语，就是敢若一个华语足大，大家拢会晓讲大家拢会晓讲华语啊，第2大的语言是未练转的台语。所以来到即个坎站，我认为大家若是想要帮助着台语，应该咱是爱鼓励迄寡讲台语讲袂练转的人，去愈讲愈济，尽量讲。你袂练转无要紧，你尽量讲就对啊。所以大家爱加甲因鼓励，加甲因牵架，毋是讲笑你讲迄啥物外省腔，你讲迄啥物阿多腔安尼对台语未来生存落去台语讲恢复健康来讲，拢无帮助，所以请大家莫阁笑人台语无标准啊。若无你着笑一声就好啊。笑了你稳爱甲因教，稳爱甲因牵架，稳爱甲因鼓励啦。重点应该是爱甲因教，你无甲因教，你笑尔。对啊。笑以后，伊就要学来，伊就学无起来。对啊。我就听到足侪朋友其实讲，当去厝里，因有迄个心想要甲阿公阿嬷讲台语的时阵，阿公阿嬷会甲因笑你今仔讲台语讲一个外省你就无甲我教迄个阿公阿嬷哪笑，又搁哪毋教，安尼听起来就安尼到底是咧创啥？你又搁笑，又搁毋教，安尼你到底是要爱因讲台语，还是就是嘛有可能讲跩阿公阿嬷跩济岁人，因也袂认捌着讲台语有面临着即个生存的危机伫内底啦。有人讲啥物？爱甲包养。爱加包容是什么意思？包容啦，伊要讲的是包容啦，要讲的是包容啦，爱甲包容。好，好，有即题嘛吼？即题。搁有啥物要安怎学台语？要安怎学台语？这是上侪人问的，要安怎学台语？要安怎学台语？台语真歹学啊！我讲实在真歹学。甲华语比起来，台语真歹学。华语每一个大学校社区拢有所在会使找着老师会使去上课。毋过你讲的这是学习本，你讲的这是学习资源的欠缺，毋是即个语言本身好学啊歹学的意思，对无？我讲拢是迄个资源啦。你拢是咧讲资源面，毋是咧讲即个语言本正。就是较歹学啊，较好学，你拢毋是即个意思。你是咧讲学习的资源好找还是恶找？无毋对。尤其是头拄仔有咧讲迄个写法有足侪种。所以你每一个教材，你将伊找着即个教材，即个教材内底是你看袂晓的写法。摕着，比如讲学白话字的人摕着台语，就了看无添。迄无要紧啊，白话字甲台语小共啊。毋过迄个汉字也是汉了，你都看无啊。伊用汉字的版本，可能是你看无。嘿啦，是啊，所以，你就是认为讲，因为汉字伤麻烦啊，大家莫学汉字。你敢是这个意思？讲实在，我感觉你若要安怎讲？
你若有迄个 get，要怎讲 to get used to something， 习惯习惯。惯习习惯是名词，习惯是名词，惯习是动词。好。啊，你若惯习看白话字，啊，看恁转，一看都念出来，那就看你的感觉噶。我的感觉是白话字就好啊。阿勇伊个人的感觉，伊认为台语考白话字就好。你拄则讲到华语甲台语伫台湾来讲，学习资源的澎湃甲欠缺，实在是差足多的哦。世界逐间大学拢有老师会晓教华语，逐间大学拢世界买你拢买得到教华语的教材。毋过台语来讲，你要找一个老师会晓甲你教台语文的，还是讲你要找着台语文的教材，其实拢足欠的。而且真无简单找着，有足侪间无共系统，毋知要对倒一种互相可能搁着要看无。好，你讲这个学习资源的欠缺，因为这个欠缺伫台湾台语来讲是偏华语加足困难的。有，迄个敢真算是。毋知算是好笑，也是可怜啦。就是台语规个台湾内底，无即个大家可能有听过有即个代志叫做啥物华语语言中心，就是足侪外国学生拢会来台湾学华语。全台湾拢无即个台语语言中心。对，大家听到无？台湾有华语语言中心，无台语语言中心。无一个专门互外国人来学台语安尼一个语言中心拢无。遐济哦！即摆有2000人咧看，有影无影安尼？那我遮看袂着。这边看袂着。是毋是爱一个？无。有啦。真是有2000人咧看。感谢大家来收看。好，感谢大家来收看。3Q 分享。是原来是3Q 大爱甲分享。3Q 敢有听到啊？爱迄个写迄个白话字，写台文。人即摆做立法委员，我无用咧，你慢慢讲。好啦，我看到伊今仔日伫 Twitter 电管有写迄个牛杂。白话字的高炸，白话字的高炸，伊写是应该是台落，迄个是罗马字啊。迄敢是本人写的，迄3Q 大若有看到甲咱解答者，迄个白话字的高炸，今仔日伫 Twitter 阿勇看到，迄敢你本人写，还是你偏咧看，偏咧甲你斗写？好拄则是讲着讲学习资源是足欠的台湾有互外国人学华语的学习即个中心，毋当无台语中心，互外国人去专门学台语的即个所在拢无。所以你甲大拢是咧讲台语足歹学的，因为学习资源拢足欠的。你家己感觉你咧学台语的方式，甲别人敢有无共？互你因为一定无共啊，因为我无即个基本的能力啊！你住伫台湾，毋若是，毋管是你的台语可能袂遐好，毋过你其实一定有小可会听有啊。因为大家拢有咧讲啊。你意思就是讲，若即马台湾囡仔开始学台语，上基本伊拢抑个了啊听有，所以因呢，因开始咧学台语的迄个起点，甲你来讲是无共。佫有迄个。发音甲腔口一定比我较好啊。我感觉这嘛无一定呢。就侪人拢伫下骹讲，我的台语发音无阿用个标准。讲礼貌尔。毋过确实讲，你若是算甲即马已经20-30岁较加的台湾人，就是已经大汉的台湾人，可能因大部分了佫了啊听。毋过囡仔人其实已经毋是安尼啊。我家己进前的影片甲一寡访问内底，我拢有讲过，就是讲我亲身的经验，爆米香的时阵，定甲囡仔做斗阵，我就会发觉着讲，即马台北9成。台南7成的囡仔完全听无台语啊！台北9成的囡仔听无大家好这3字是啥物意思？台南7成的市内囡仔听无吹卵甲定卵是啥物物件？所以讲刷落来，咱新一代的即马当咧大汉的台湾囡仔，其实因若要学台语，甲你共款拢是零基础的啦。若是零基础，那就是甲我共款来分对。对啦。迄就是爱有教材啊。教材。
真歹找啊！我有即两本，啊一个啊教材其实教材嘛有一个差别，就是讲教材你可能你若是台湾的少年家，爱有华语中文的教材较好势啊，我是看英语较好势啊。华语嘛会使的，啊毋过较对我来讲较歹，更加歹。啊，所以即本是 cover 先互因看着，即本是哈佛台语，哈佛台语101， 啊，李庆华老师做的。即本嘛袂歹，啊，佮有一个Speak 饭比咧 Hokkien，吼，饭米咧对饭啊，比咧，饭米咧。毋过伊讲 Speak Hokkien，安尼应该毋是台湾人写的。台台湾人袂讲台语是 Hokkien。啊，毋过伊讲是台湾来讲的福建，啊，毋过伊讲福建。那刷落来，若是比如讲啦，假使讲咱今仔日有台湾政府的官员伫下骹咧看，你敢有希望因对台语的教材，咱干若讲教材就好，对台语的教材敢有啥物爱，搁继续做了较好、较功夫的所在？无即要安怎做毋是问题啊，问题是钱啊，拢是钱，嘿啊，因为迄个华语毋管啥物语言啊，拢有教材啊，毋管是法语啊、德语啊、法语啊、英语啊，拢有足侪款的教材啊，所以就是爱开钱，互人去写即个代志啊。所以讲到到底，其实咱立法委员伫立法院内底，拜托，甲咱大家加编一寡预算，互咱迄个，比如讲教育部还是其他的单位来做一寡甲台语有关系的教材，因为讲咧到底拢是钱的问题。啊，无一定是政府的啊，可能是民间的，是，比如讲迄个李工局，对，啊，你网报提出来影者。啊，李工局就是你敢若介绍一个我嘛无介了解呢，这就是民间上早，可能已经。迄是即个台语文的基金会，嘿，李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嘿，啊，因有即个杂志，啊，佮杂志已经出无甲311期，311期，敢若是为1990几年开始，可能1990几年就开始有咧刊即个台语的期刊，吼。啊，即个我嘛有订迄台湾通讯网报，我嘛有订。这嘛袂歹啊，这内底拢有啊，有汉乐，啊有专乐，啊有专汉字，嘿，拢有，拢有。大家若是想要看一本杂志，自头到尾完全拢是台语文咧写的，吼。那大家想要看者，讲迄个生到底生啥物款，去找一本台湾通讯网报来看，来看卖者。啊，所以拄啊，互大家看就是白话字的一个文章吼。文章，拢会使啦，拢会使。好，后一个，咱拄则是讲到安怎学台语，啊，讲到即个教材的问题。安怎学台语即点你敢还佫有要补充？若无咱就是正常尾题。背后是一个应该是讲，是讲台语为虾米较学台语较困难吼？啊，迄个除了教材以外，嘛有即个台语有足侪款，在台语有足侪口腔口，腔口，台语有足侪腔口。啊，若是讲，比如讲英语的腔口有 General American English，迄是我讲的 General American English，还有 British English，还有RP Received Pronunciation RP，啊，就是英国的伫电影内底迄个腔口。啊，毋过英国甲美国甲其他讲英语的国家，拢有足侪英语的版本。腔口但是阮的教材内底啊，阮的媒体内底是有样式的，样式有样式啊，台语无，所以每一份教材还是每一个媒体拢有保共的腔口，对，安尼都较一定较歹学啊，因为你听到即个人讲我爱食火鸡啊，即个人讲我爱食火鸡。火鸡哦，有人讲火鸡哦，我毋捌听过火鸡。啊，伫新竹有啊。是哦，火鸡哦，火鸡，有，确实是有人。即种台语即种代志足济啦，足济。对，无毋对。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移民社会，即各种无共款的腔口当咧套南，啊，毋过套南也南袂好势，华语就已经一摆甲大家拢定死啊。那基本上其实一寡台语的腔口，迄个学术者拢有咧学啊。啊，所以因有一个，因会使要来讲标they can describe， 你后句要讲啥？因会使 describe 倒一个台语的腔口是倒一边的，还是有啥物特色的？哦，拢有一个资料，这资料拢有人知影。对。啊，毋过无做一个较like it's not people don't know about it。你是希望有大家有一个人来整理讲各种台语无共款的腔口是差伫倒位？毋是安尼讲的，就是你若伫迄个，比如讲英国，啊有一个比如讲 Liverpool 的人来甲你讲话，你就知影伊是 Liverpool 的人，大家拢知这是 Liverpool 的腔口。对，迄无要紧啊，迄是 Liverpool 的腔口，毋是 RP， 无要紧。但是伫台语内底有一个，足侪人毋知影倒一个腔口是配合倒一个所在，倒一个所在，倒一个音，倒一个音哦。佮比如讲，我拄仔讲迄个黑龟，我无甲你讲新竹，你可能毋知影黑龟是倒位的腔口。你敢有熟悉宜兰人？宜兰人嘛有遮侪足特别的讲法。宜兰人水水软软，食饭配鸭软。对。所以有一寡人知影的，啊有一寡人无知，但是较重要的是无即个公式的 standardized 标准的台语。standardized， 确实是安尼讲无毋对啦。毋过若拢 standardized， 啊尾啊，大家拢讲完全共款的台语。无，迄毋是大家拢讲共款的，迄是写字啊媒体内底，教材内底拢共款。啊毋过每一个所在讲的台语，一定是因的特别的腔口。其实你讲的即个代志，即马中华民国教育部已经有做着廖啊相像，因是摕高雄上界普遍的腔口，有一个名叫做第二优势腔，因摕即个高雄的第二优势腔来做教育部的上接应词的词典。所以因录音的时阵，你若去教育部的网站，甲一个台语词试伊的录音出来听，你听到的拢是高雄腔。所以新竹人啊、宜兰人啊、鹿港人就会感觉怪怪，这毋是阮兜的台语啊。伊无甲逐种腔口拢录音，伊是有一个表伫边啊，你甲迄个表示出来，伊会用罗马字写互你看，讲规台湾啥物腔口内底共即个词无共款的腔口会甲伊讲做啥物款。亲像我顶礼拜咧研究即个，有人讲鱼白，有人讲鼻白，有人讲气白，就这种，哪像5种啊6种无共款的讲法，其实是共一字。所以足侪语言有即个现象啊，都是。即个国家通常有选1-2个版本，是当做标准的。对。比如讲有一寡国家有2-3个共款的语言，但是无共的腔口，拢有2-3个标准啊，拢有啊。台语嘛是会当安尼做啊。是啦，确实是。我感觉今仔安尼差不多啊，你佫有啥物想要补充无？因为咱时间已经50分钟，我感觉有够长啊。好，有够长。有够长啊！佫有啥物想要补充无？甲大家说下咯。你的 YouTube 频道当时要开始起稿？你要起稿啊？你要起稿啊？你敢知起稿啥物事？安尼是起稿。你要起稿，差不多当时。好，我来甲即个牛排食了吼。好，甲即个牛排食了。好，安尼今仔日甲台语上练档的，可能毋是上练档啦，可能伫咱顶沿的，应该伫迄当阵，若是伫美国派来台湾的人内底，应该还佫有台语便宜佫较练档的美国人，毋过可能是咱即沿，就是21世纪，可能伊是台语上练档的美国人吼。咱今仔日甲阿勇啊来直播到遮差不多50分钟时间有够长啊，吼，甲大家讲再会，后回再过来。大家再会吼。阿勇伊的 YouTube 若有做出来，我会伫我家己的 fans page 内种野内底打出来互大家看，遮。
大家再来去甲对啦，吼，就是 follow， 我就讲甲台语就讲来甲对，安尼就好啊。甲对。 follow， 吼，到时甲我对吼。好，感谢。到时来甲用对，好，感谢大家，好，来甲试掉，电脑甲试掉。